好，感谢主哈，谢谢这个文学牧师的介绍哈，介绍的还蛮详细的哈，都一点不能隐藏哈，很感恩哈，再次来到富强教会哈，感受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富强的教会啊，也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哈，对。我特别看到你们那个基甸哦，哇，这个300勇士哈，原来那个李教授是我的学弟哈，马公高中第1学府，开个玩笑哈，感谢主哈，是在这里面我们分享上帝带我们生命的这些过程哈，好让我们的灵再次的能够被提醒，然后更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这一个有限的生命哈？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信仰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用有限的生命来经营永恒的产业，太棒了哈 ！OK， 好，那今天要讲的这一个生命的故事，今天不是讲道哈，因为你们名人福音讲座就是要请这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来讲生命的见证嘛，哈 ，OK 哈，所以今天比较是讲生命的故事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命故事，但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发生的生命故事特别有值得传讲的地方，因为呢，它会见证这个信仰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作用。而这个上帝跟我们人生的这一个发展，又有什么关系？而我们又怎么能够在这个有限的人生的当中，去有一个永恒的眼光？这个是世界不能给我们的，所以太宝贝、太奇妙了哈！我感谢主哈，这个刚刚夏牧师有提到，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哈，在马公教会那几年哈，对，那在年轻的时候所建立的信仰就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信仰根基的一部分。然后让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当中，怎么样走在信仰里面，会走出一个精彩丰盛的一个人生啊。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比较常被忽略哈。人的生命就是第9节所讲的哈，第9节所讲的，人因为呢多受欺压就哀求。没有一个人在接受欺压的时候不哀求的，对不对？我们希望脱离那个被欺压的处境。再来呢，因着能者的辖制便求救。这个就是人生百态，这就是人生的事实。我们呢有没有不一样？我们也是如此，但是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呢，却没有人说我的上帝在哪里呢？他使人夜间歌唱。想脱困是人性那为什么不知道在脱困之前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为什么在没有脱困之前能夜间歌唱？也就是说，生命在死荫幽谷的里面，它还能够唱歌。所以今天我用的这一个主题——夜间的歌唱，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我是配角。故事的主角是我的前妻，她在德生长老教会那一场告别式的当中，我所用的主题叫做夜间的歌唱，已经时过30年了。人生都有高山低谷哈，那么甚至狂风巨浪，那如何能够在当中屹立不摇呢？你可以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血气，靠着你的成就，靠着你的背景，但问题是这一些可以碰触到你的心灵，能够屹立不摇吗？如何能够在这当中仍然屹立不摇，能够平安，能够喜乐？我想今天从这个生命的故事，你会看到信仰如何在一个要走向死亡的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发挥你所想象不到的作用是。这个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我的前妻陈安妮我在跟她结婚12年的时候呢，她突然
生病了，生什么病？就是感冒，然后就咳嗽这样子，好，那他就一直咳一直咳。那当然，我们都一样嘛，哈，有病就找医生嘛，对不对？啊，那就一起去西医寻求，看怎么样解决这个病的问题。但是呢，看了好几个医生呢，没有好转。后来我们就转去看一个留美回来的一个医生，胸腔科的医生，这个看胸腔嘛，因为咳嗽大概就是跟胸腔跟肺有关系嘛，哈，对，但是也没有好转呐。后来就好朋友介绍我们说，去找西医，去找中医看看，好，那就报了一个高雄很有名的，北高雄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叫巫水生哈，我名字都还记得，记一辈子哈，我们就去找他哈，然后呢，他就吃他的药，好，那吃了1帖，再去看他，再吃第2帖。那吃第2帖药看完之后，他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咳嗽没有好转。以他这一个中医的权威来讲，你至少没有完全好，也要有一点改善嘛。但是没有改善，他觉得不对。他说应该呢，我判断的病情，我的下药是不对的。这个医生蛮诚实的，他说请你去看妇产科。我们之前是看上半身，他说叫我们去看下半身。你怎么会想到你咳嗽不好？你怎么会想到跟下半身有关系呢？所以我们就去七贤路以前很有名的刘继和妇产科去看，然后那个医生告诉我们说：“你赶快，我给你开转诊单，你赶快到大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因为呢，他大概已经预测可能不是小病吧。”那我们就拿着他的转诊单，我们就到荣总去挂当时很有名的简婉仪妇产科。大家知道吗？以前荣总很有名的一个妇产科医师哈，要挂他的号是很难挂的哈，那我们就去看他了。那么他就在门诊的时候门诊完之后他就没有留，他就不让我们回家。他说你这个病已经有一点状况哈，看来是不轻，所以马上就住院。然后做一系列的检查，一个一个检查，该检的都检了哈。是，那检查了2个礼拜以后，他就呢开刀，他就亲自，他说你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你这个呢已经不是你上面胸腔、肺部、气管的问题了，你这个是妇科的问题，妇科的问题。那我们呢经过他很详细的检查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才明白，就我们常人来讲，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其他的问题，知道吗？对，但是妇产科医生看完之后，他给我们下了一个这个病情的宣告。原来我们是卵巢癌，我前期是卵巢癌，而且是第3期的下，再过来就进入第4期了哈。那在这一连串的一个检查、开刀还有下来不断的这个化疗的当中，当然承受很多的痛苦，承受很多肉体的痛苦。但是在那个过程呢，又发现他吐了几次的血，然后医生就赶快又找几个医生来重新再检查他的病情，然后重新又会诊，才发现说他其实不是卵巢癌，他是原发性胃癌。那么这个病呢，在我们发现之前的10-20年，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病情，因为你没有想到说它已经扩散到其他了，但是当初检查整个过程很详细，并不知道说是跟胃有关系，所以等于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是原发性胃癌的什么末期了。它出现的时候是卵巢癌第3期下，那事实上呢，还有一个隐藏看不见的一个病情叫做胃癌，已经到了第4期了。那我们一无所知啊，我对医疗我也是一无所知，我们就是跟着这样子的一个医疗体系来走，好，那么这个一下来，当然对我们生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撞哈。是当初呢医生会诊之后给我们讲说，原来你是原发性胃癌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他已经不大希望再继续治疗下去了。他意思是说，其实治疗生命也是有限的，那也不需要再怎么治疗了。什么意思？
就等着临终那一天那个时刻啊。所以呢，他竟然给我们介绍说，如果呢你还要治疗，那我介绍你。他说荣总接你这个案例机会不大。荣总是1级的教学医院啊，对。他说我要接你这个 case， 我们这几个医生判断，大概可能我们肠胃科的这个医师要接受你这个病例机会不大。他就把我们介绍到高雄医学院。他说高雄医学院有一个呢有名的一个专门做肠胃化疗的一个医师，姓陈。他说你去找他，你去找他。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一个医师啊，就是我马公国中同学的，在医学院的同学，很有意思。那我们其实在卵巢癌那个阶段呢，已经有在心里已经有在衡量说，到底要不要治疗下去，要不要治疗下去？因为卵巢癌的后坐力蛮强的，3个礼拜做1次化疗。那做完之后呢，那你就回家休息呀，吐啦、痛啦、发炎啦，然后等到稍微好一点，又去医院，又开始又给你打1针。所以我们其实做3次的化疗之后，已经有一点考虑要不要再做下去。所以当这个医生简直是帮我们介绍到高医的时候，我们也在衡量，如果是像荣总这样子的治疗方案的话，我们心里想说，我跟太太就打算说，大概我们就不要治疗了，算了，对。但是到高医之后发现，他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他用下腔静脉的注射方式，1个礼拜打1次针，而且比较负重没有那么大。然后医生说什么？你这少年没拼怕算啊，不拼可惜啊，总是要拼嘛，对不对？拼看看啊，对。或许你在拼的过程当中，有新的药出现了，可能更有那个机会啊。因为那时候在荣总，医生已经跟我们讲，再下来要帮我们换药，那药1剂是6万块啊。30年级1剂6万块，我们是上班族，我们哪有钱去付这个6万块，对不对？1剂付6万块，还要走一个疗程，对。所以后来到高一之后，我们觉得，医生说变看卖嘛，对吧？我们就觉得，也可以啊，副作用没那么大，那我们就在高一里面就开始接受这后面的治疗。我们在荣总有5个月的时间，从检查发病检查到整个3个疗程。那之后我们转到高一，大概在高一停留了7个月。因此呢，经过高一这个疗程之后呢，最后还是敌不过癌细胞的侵蚀所以就安息主怀，享年39岁。我们当中有这些39岁的吗？还年轻嘛？是不是？人生还很长啊。所以高一的那个陈医师说：“拼看嘛，我们就拼看看嘛。”一个健健康康的人，怎么会突然生病，然后过一段时间就病逝呢？这种戏码怎么会跑到我身上呢？对不对？怎么会跑到我身上呢？对，我们都健健康康的我们的体质都是属于不错的体质，而且我的前妻她是很少生病的。在我们的同台当中，我们的这些朋友们说：“安妮的身体就好的从那几家骨嘞，像牛一样，就是很好啊，身体很好，很健康的状态。”没有想到一发现就是重病，就是重症。好，竟然发生在我身上，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哈。因为在我们这些那一群朋友同学的当中，我们是第一个碰到这种大病症的。以前都是听人家的，你听人家的，基本上其实事不关己，其实你是没有感觉的，因为那是别人家的事。现在临到我身上，我自己要面对我相信呢，这个我们如果碰到这种事情，我们也同样的会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这样子一个思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音乐老师说很喜欢唱一首歌，那首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们从高中唱到现在虽然已经过时的诗歌，但是还是非常的实际。他第一句歌词就是“我不知明天将如何”，还记得吗？我不知明天将如何，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每一天都在发生生死事件，只是多数都与我们无关那么还好与我们无关。如果与我们有关，那日子怎么过呢？是不是所以感谢神，神没有让我们经历所有的事，我觉得这也是美事一桩。如果让我们经历人生所有的事，那怎么受得了呢？是不是
你知道吗？当亲人过世的时候，你会很深刻的去体会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死别的伤痛跟无助？什么叫死别的伤痛跟无助？你如果没有亲身碰到，你很难安慰到这一些死别的这些亲人、这些家属、这些朋友。圣经说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经历死别，你就会体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对这一段经文其实还是不怎么有感觉啊。是啊，你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对，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一口气，你知道何等的宝贵吗？何等的恩典吗？是，但是我们却活在什么？我们却活在斤斤计较的当中。当你经历死亡的时候，当你经历大变动而能够存活下来的时候，你的眼睛会雪亮，你会知道我应该计较什么，我不应该计较什么。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不是没有好处，是不是啊？对啊，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帮助大家来看一个临终的场景，因为就我过去来讲，除了我自己经历的以外，我虽然做临终关怀做很多年，但是也没有这么真实的像我跟我前妻这样走过这一个过程啊。他写下他的心路历程，你大概很难看到一个病人在走向死亡的过程当中，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今天你会看到一些些，啊。那当然在那1年的时间，医院进进出出，他从发现病情到结束就是1年。我以为我还有3年、5年、10年的生命，其实没有。但是从生病开始，是1年半以前发生。对，他在10月6号发现他的病，但是在3月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哈。所以其实整个病情应该是1年半，但是我们知道的时候，走到他终点是1年的时间而已，1年的时间而已。那么在这1年的时间，当然就在医院进进出出，在荣总也是一样啊，在高雄医院也是一样哈。但是很可贵的就是，因为他有信仰，而且这个信仰对他来讲是重要的，他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当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的时候，你碰到灾难，你碰到病痛，你碰到绝症，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跟态度来面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平常的这个生命的建造太重要了啊！如果呢，他不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不是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那今天我就没有这个故事可以讲了。他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就生个癌病啊，然后治疗无效，然后就过世，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在这之前，有多少宝贵的东西，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要去明白。好，那么他从生病之后，他在住院的期间呢，他常常推着点滴啊，到处去探访病人。因为荣总有什么？有一个祷告室，这些义工呢都会去各病房探病嘛，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嘛。那当然他也是被探病的其中的一个啊。那这些义工就会跟他讲说下一个要去探访哪里下一个要去哪里？他就好奇，他就主动，然后就是问这一些义工说：“你们要去探访哪里？”好，然后我跟着你们去。那慢慢的，他就在病房养成一个习惯。他身体可以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去病房去探访病人哈。那一直带着一个平安喜乐的心哈。他说呢，他在探访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呢他可以为这些病人祷告，好，不论他是不是基督徒，反正呢大家同病相怜嘛，然后都可以谈谈信仰那谈谈自己的遭遇谈谈家人的状况等等之类的那有时候他不能够谈这一块的时候，就单单的听这些病友谈他们的病情，陪伴他们，这是他在生病的当中他所做的事这个也是因为他有信仰，他才能够做这件事情那有病人看到他，又来了，又来探访他了又来跟他聊天了，而且还笑嘻嘻的那个推的那个点滴架来看他。那有些病人说：“哇，这个我会看到你，我就觉得看你这么乐观，我也不能够悲观了你知道吗？生命有感染力知道吗？你是一个乐观的人，你就会把乐观带给别人；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你也会把悲观带给别人，知道吗 ？OK 所以呢，他自己感受到说，其实生这场病也没有那么惨因为他是一个服侍的人，所以即使在生病呢，他也可以继续的服侍
他说以前健康好的时候，跟我这样到处这样服侍跑东跑西的做得很疯狂但是现在生病了没办法，那他可以在哪里服侍？他可以在病房里面服侍，可以在医院里面服侍我让各位看一张这是在生病当中他很潇洒，他知道这个做化疗这个头发会掉他也没有跟我商量他自己就把头发剃光了。就跑去把它剃光了，OK 戴着帽子这是我姐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珍惜每一餐饭可以吃，我们有健康的肠胃我们健康的饮食我们可以吃喝，哇，这个是多大的恩典每一餐他都非常开心的去享受他感受到一件事情，因为在发病这个当中他不是呢就不想信仰，其实人呢。信仰上帝都一直觉得上帝会祝福我们凡事尽都顺利一帆风顺靠上帝什么都可以解决啦。但是今天不是今天他也碰到这些问题他也做基督徒会做的事但是他的病情没有改变而且反而是越来越严重，那怎么办呢？信仰的考验来了，信仰的考验来了在过程当中他经历到重新去思想他的信仰，去思想这位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如果万一我好不了怎么办呢？我们都会说我的病被上帝医治了，我就感谢赞美神。那如果没有呢？没有能够感谢赞美神吗？这是我们信仰里面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他发现呢，原来呢，上帝可以在一个呢朽坏的生命呢，可以做神奇的事，因为在生命的当中呢，他继续呢接受邀请去信义会、妇女会啦那么去毕业生团契啦去不同的教会去分享他生病，他怎么样过他的日子。因为很多健康的人过得不快乐那这个一个癌病的病人怎么还过得快快乐乐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因此呢，当一些弟兄姐妹知道他的消息之后，那么就会邀请他去分享所以他认为说其实生病也没有很惨那如果没有信仰，你就很难看到这一块他体认到呢，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管他的生命。如果这个宇宙是由上帝所创造用上帝的大能来维持、来运作的，那我们这个渺小的生命，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可能以前感受没那么深刻，但是现在在生病的当中，把他带入一个很深刻的思考的当中。他说，如果上帝呢是掌权的，他维护管理这个宇宙万物，那我的生命同样上帝可以管理得非常好，不管将来的日子如何。我觉得这个对他的信心的一个贡献力量是很大的，力量是很大的他说呢，我的主是一位掌管万物的主，他有创造，他有主权他的创造奇妙，管理得非常奇妙，的确是如此。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个生命体，这个独立的生命体多么奇妙，对不对？每一个器官呢，生长有它的机制，对，每一个部分呢各从其位，太奇妙了，知道吗？如果我们呢年轻的人开始养儿育女，就会发现一个生命的成长多么奇妙。再想到我们自己，原来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隐藏的力量在维系着我们生命的运作，只是当我们很健康的时候，我们很少去看到这件事情他说呢，如果我们的上帝呢管理得非常好，那我这一生呢，当然上帝也管理得非常好为什么要怀疑？当然呢，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怀疑的阶段，知道吗？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但这个过程呢，会带来我们信心的坚定，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当他这样明白之后他整个心灵就明亮起来了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他就喜乐永留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点都没办法假装。他说他本来就很喜乐平安，为什么本来很喜乐平安？没有很惨，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那甚至喜乐平安到一个他控制不住自己，你知道吗？所以他的朋友在医院看他的时候，那个刚好是情人节，就是呢医生跟他宣布他胃癌的那一天，医生还不大敢直接跟他讲，结果呢，就医生还假借一个住院医师的一个女医师去跟他讲。后来我知道，原来那个女医师就现在高雄市长的太太跟他讲说他发生胃癌了，非常奇妙，你知道吗？对。然后呢，我们的姐妹去看他，跟他讲说：“安妮姐，你为什么这么兴奋？”人家听到他卵巢癌被宣布了，再来又是胃癌被宣布了，应该是更惨结果没有，
他不但没有悲哀，他反而呢更喜乐，更喜乐。所以呢，这个是他日记上所写的话，不是我的形容，是他自己所写的话。他说呢，他那个朋友说：“安妮姐，拜托你不要那么亢奋，好不好？”他说：“没办法，我控制不住。”所以呢，我就说呢，我就看到那时候我对圣灵还不大了解，30年前嘛，我说你太潇洒了吧，我想可能应该是圣灵充满你了。后来他自己宣告说：“真的，一定是圣灵充满我，因为呢，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反常的状态。神的工作介入，就会改变生命的常态，让你不可思议。这个叫做奇妙，这叫上帝奇妙的作为，知道吗？你知道他是一个跟我12、13年的婚姻的生活是非常好的。等一下我让你看他墓碑上面刻什么，你才知道说他的生活好得不得了，对不对？他非常的感恩他的婚姻的生活。他开始想，我快要到40岁了，我在想说我未来40岁的人生要开始怎么样来规划。但是呢，没想到他没有40岁以后的人生，知道吗 ？OK， 所以这个他在病程的当中从信仰里面看到亮光，从信仰的当中看到不可思议的亮光。我们的生命需要随时有亮光，你每一天都需要有亮光，对不对？你这样子成为一个什么阳光的人，那是因为呢，上帝的道，是因为耶稣的爱在你里面，是因为圣灵的启示在你的当中啊。弟兄姐妹涌进大量的爱在他的心中，感恩的不得了。光那个爱，他说光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就让我痛哭流涕。其实全世界这个最有爱的生命共同体就是教会，而且不讲究利害关系在他住院开刀住院之后，因为我继续上我的班嘛，那白天呢就没有办法陪他嘛。你知道我们的姐妹怎么样呢？我们姐妹就开始组织然后呢那个连番上阵的排那个到医院去陪她的那个排班表。她开完刀以后1、2个礼拜都需要有人陪白天都要有人陪。我们的姐妹有的是陪1天，有的是陪半天，就这样排。所以她太感恩了。还有我们其实是没有存款的家庭，我们碰到这一个，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健保。健保是在他发病隔年的3月那时候左右才开始，太奇妙了，我们怎么付得了这一个医疗费？所以就有弟兄问我说，我们接不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我说我们就接受因为我们也没有存款去付他的医疗费弟兄姐妹的奉献一直过来，让我们感受到那一个弟兄姐妹那个爱。还有呢，有人送他书啦，有人送他这个录音带啦，其中有2本书对他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赞美的大能，一个就是苏恩佩所写的《死亡你别狂傲》，对不对？对，我肉体死了，但是你取不了我的灵魂，对不对？死亡你别狂傲，对不对？我肉体死了，我只是到永恒里面去见我的主耶稣而已那在病痛的当中，他得到很多的安慰他不断的默想，不断的默想，他越默想，然后他越读经每一天在医院里面可以的时候，他就读圣经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加添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弟兄姐妹，你在平常就预备好你的心灵，你不要等到灾难来临了，你等到有需要了，你等到发生什么样子的失控的事才跑来找上帝。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不要这样子，太可惜了。你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被上帝的全能在保护，对，你的问题少很多，你生命少很多的艰难，不要等到有问题才跑来找上帝。所以这个是对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所以他一直处在一个属灵光景呢，他一直处在一个好的属灵光景的里面。这个是他在高一那个肿瘤病房16肿瘤病房他随时要带着这个氧气那他在读圣经这个是我刚好有机会把它拍下来的也没有故意说叫你摆一个姿势让我拍，就这样子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的作为，他感谢神，而且他降服，他不是不得已的，他愿意服在这一个病痛的这一个匣子的里面所以他说他打从心里赞美神因为这个上帝是行奇妙的上帝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然后呢，他描述到这个上帝是一个使无变有的上帝，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他讲这句话是很实际的，因为他正在腐朽的过程当中，
但是呢，他却也能够带着信仰的力量呢，来为神做一点事啊，对，所以他相信说这个病不是咒诅啦，啊，这个病乃是造就我。还有他看到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呢，隐藏中还没有发现的事。我们如果回到旧约的圣经来看约伯受苦的那个过程，是不是背后有隐藏的事？这常常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是，那时候他就看到说有隐藏的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对啊，但是他知道呢，他相信这个上帝，他相信呢，不论他是生或是死呢，他相信上帝都可以成就这美好的事啊。那因此呢，他在当中也不时的为他的病情，为我们家人等等祷告哈。他求上帝加添力量，求呢圣灵来扶持他，让他呢能够喜乐的活下去，直到那一天，喜乐的活下去，而且他也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的家人，包括我在内能够面对那一个他要离开的那一个日子哈。他说，如果日子不多的话，就让我跟家人好好的相处，不是一直求，就像今天我所用的经文约伯记35章9到10节一样，却没有人说上帝使人在夜间歌唱。我们都在求医治，我们都在求通达，我们都在求顺利，我们都在求问题被解决。约伯记却提到，却没有人说上帝可以使人在夜间歌唱所以他跟上帝祷告，如果我日子不多，我也服了，但是你让我跟家人好好把握，如果没有好转，让我少受一点苦吧。我觉得病人，你知道到最后他想要终结，你没办法体会他的心情，肉体的痛苦就是他的人生的目标，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常讲说，有一天我要离开，我求上帝不要让我受苦，就这样子，走得潇洒一点，要走就快快的走。对，因为我们早就已经为生命预备好了，知道吗？我从39岁我前妻过世之后，我就在预备了，你知道吗？我就在预备我自己，哪一天呢？神随时召唤我。如果呢，上帝没有让他好转，他说求上帝怜悯让他少受痛苦，快快回天家，也不要浪费人家的奉献。其实这奉献是支持他的医疗费但是神也怜悯，他在83年的这一个10月发现卵巢癌之后，没想到在84年的大概3、4月之间，台湾就有健保了，我们就享受重大疾病健保的这样子的一个医疗费不然可能他生病走了之后，大概我就是负债了，大概是这样子吧。然后他也盼望不要留麻烦给人家长痛不如短痛。他相信上帝的安排会安排好这一切，我们这活的人，而且也会亲自的来抚慰我们他坦然面对死亡的冲击。我觉得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我跟他做不到这一件事情。我们打破禁忌，笑谈死亡。我们谈呢他的丧礼要怎么办？我们谈呢你的墓碑要刻什么？知道吗？现实的生命总是要面对，但是你必须要有信心跟勇气。我发现我们华人的很多家庭，包括台湾社会很多家庭，我们就是不敢摊开这一些事，然后一直等到最后那一刻，连遗嘱都来不及写，让你的子孙儿女为了家产、为了遗产撕破脸，变成仇人。这在台湾社会不断在上演，对不对？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部分，我们没有什么财产好遗留的，但是问题是这一个生命的过程呢？这是生命的过程，怎么互动？是，所以我们在有一次在1995年2月26号那一天，因为日记有写日期，我们就在谈我们怎么样来以后你的墓碑要放在哪里，然后要刻什么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我们曾经谈过说那你的墓碑应该刻，因为你13年的婚姻生活过得非常好，所以我墓碑就给你刻一个5个字，叫做幸福的女人。那一天晚上我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我说有一个
比幸福的女人更好的，就是呢行神旨意的人，这个怎么样？哇，我就跟他建议说，你的墓碑以后我就跟你刻这5个字。他说不行，这个不能自己乱封这个是上帝自己定义的。上帝说谁是他所喜悦的人，那才算数。我们不能自己说我是行神旨意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子来笑谈他如果日子不多了，最后结束，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大概很少人，他说大概很少人能够像我们这样子潇洒的来笑谈这样一个敏感伤心的这一个身后事好所以你看到刚刚我讲的还没有进到他最痛苦的阶段，再来我要让各位看到他最痛苦的阶段最后一层的一个痛苦这也是在高一的肿瘤病房，16肿瘤病房。在这个是在1995年的8月6号，那是他的生日，我们就跟孩子这个做完主日崇拜，然后我们就到医院去看他，然后就为他庆生这样子。我不知道那会是他最后一个生日，因为我们家是有习惯庆生的一个节目嘛，不是说因为呢他在那个地方我特别在想到，平常我们就这样做。所以呢，那天我们就在医院为他做庆生那当然呢，他这一次的住院就没有机会再离开医院了就一直住到他过世一直到他过世这一个当然庆生完之后呢日子越来越艰难因为他的感染，他的病情一直往下坡在走即使在医院有好的治疗，但是也一直都没有好转的迹象那到了这个1995年的8月16号，庆生是8月6号，在8月16号那一天晚上他喘得已经不行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插管抽血，我觉得那一幕也是让我非常心酸的因为在治疗室里面，那时候用一根大概手指头这么粗的一根棒子插他的热，然后因为那个医生可能也没有很有经验，后来我还要撑住他的身体，整个这样插进去引流导管这样子看了就不晓得要怎么办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过程，它还有其他的过程，包括连热膜，我这辈子也没有听过。医生说呢，因为积水会上来，会把你的肺都淹在水里面，然后呢就是呢打针进去呢，让你的热膜发炎，然后粘起来让它水不会上来。一听就知道这是治标吧，但是我们无知就拼看看因为打这个消炎针进去，还要叫他在病床上滚，因为要让他那个药能够去感染到，尽量多感染到热膜，让它发炎膨胀，然后粘起来。哇，这个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那已经都经过这个阶段了。那么在病房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商量好，就是不要插管，因为插管是一个终末的现象我们的认知里面，插管要再拔管的机会不大，所以我们就商量好说，无论如何不要插管，要去就让他去这样子。但是到了那一天晚上，太痛苦了因为他整夜不断的喘，然后就靠在我的肩上，也没办法支撑。那一天晚上我们才决定，那个半月我们才决定，那就插看看，对，黑夜将近，等候黎明，我们终于决定做插管。然后我们还天真的以为插管之后还可以在普通病房，我们还可以陪他。结果一插之后，哇，这个完全改变了。他进到加护病房，从来没有再出来过。那些日子其实是蛮凄凉的因为一天我就去看他2次嘛我继续上我的班嘛，家庭的经济，我是经济的支持者嘛，对不对？我的信仰里面告诉我，我自己生自己养，所以当我那一个老大要出生的时候，我就请我太太把工作辞掉。那时候我薪水才1万多块，自己生自己养，就这样。所以呢，这个他在病房，那我在家里，
碰到雨天的时候就特别感伤。碰到雨天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后阳台那个遮雨棚，雨水叮叮咚咚，我心里就觉得很凄凉。对，我太太在加护病房自己一个人，冷冰冰的，是不是？啊，没事的话，啊，医疗人员不会去跟她打招呼，不可能嘛，因为插着管嘛，是不是？哎，在那个当中啊，她尝到死亡的味道，她尝到死亡的味道。他在日记里面他写说，每一步路都不能省，每一步路不是我们轻松的从楼下走上4楼，从4楼走到楼下，然后走回去，每一步路都不能省，都是痛苦的路。每一个他说每一次的插管就好像碰到一个大伤口一样，每一次的吞咽都非常的困难。但是还好啊，护士对他还蛮好的，对他还蛮好的。他说，如果这一条路是上帝的意思，那他就勇往直前吧。他一步路都不会省，这是他信心的宣告。即使很痛苦，你要知道，他不是在健康的时候讲这句话。即使很痛苦，他说他以前是被上帝推着走，不得已啊，因为这个病不是我要的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他却很乐意。经过这大半年的时间，他信仰重新的整理体会，他发现神可以管理他非常好，即使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生这场病，对不对？他是一个热心敬畏神的人，是一个热心服侍的人，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但是呢，他却得到这场病。可能心里面大概会有一点不理解上帝怎么这样对待他吧，但没有办法，你就只能跟着这个医疗体系走。但是他说，我现在非常乐意走这一条路。他在那个过程，8月22号，他写说，我已经快受不了了，我对肺部发炎遥遥无期，感到无助。然后我们都安慰他嘛，哎呀，医生说好一点了，好一点了，很快会出院了，对不对？他说有谁能够承受这么多呢？所以因此呢，插管呢，2个礼拜之后就开始要考虑要不要从喉咙去做气切，对。后来也是就是要冒险嘛。他说，如果气切是可以让他轻松一点，他很希望做。当我做完气切之后，哇，真的，他说他舒服很多，因为还没有气切以前是从口腔进去的对，而且那个管子是这么粗，而且又皱褶的是非常难受再过来又过了一个10来天，他说呢，这些日子是我最难受的，我力量越来越小了，我甚至痛到没有办法呼求我的主耶稣，让我有力量再撑下去。他已经体会到什么叫水火之地再又来到9月3号他比较清醒，但是却一直感伤，一直流泪。他用手势比着他要离开病房我为了这一件事情，我在医院折腾了两个礼拜。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它弄出来，但是就是弄不出来。医生主治医师不放人，因为出去要有特别的看护，要有呼吸器，然后要他的指数要降下来。我为这个跟医生讨论了好几次，对。那他说我要死了对，那我要死了，为什么我要死在里面呢？对，我至少要有我丈夫陪在我旁边要我孩子陪在我旁边要我父母亲陪在我旁边，所以他就很感伤他一直求要离开加护病房。好，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开？他说希望我陪他。后来我做临终关怀，我是觉得到最后你把话说尽了，鼓励的话说尽了，祷告也祷告完了，都还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发现临终关怀最关键的就是陪伴。上帝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到了9月4号，又是伤心的日子，他又开始在写他的临终遗言了对，然后对他的好朋友交代，我的孩子离开，请你要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他又跟我讲说，我不知道要活多久，是不是？我先前有声明，我不要安乐死，我一定不要成为植物人，你们不要给我急救然后我要问神很多事，我要问主很多事。他觉得他一生没有遗憾了，对，他只要主耶稣，然后告诉我他很爱我没有想到他会早死。当你的太太、你的先生跟你这样讲的时候，你作何感想？他说我没有想到我会早死，我会早一点死。迈向里程的终了，早上我们探亲很明显的他已经再次交代临别的话。他说我十分的爱你们，然后我的婚礼要简单，然后不要给我签急救的切结书，叫我不要凶孩子，要多教导他们。他告诉我要请医生为他打针让他睡觉。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他跟在医生互动当中，他已经觉得说
他没办法再撑下去了。他跟医生商量说：“你能不能让我就睡觉就好了，不要让我打开眼睛这样子。”所以他跟医生讲好了，然后最后他问我说：“他想见他澎湖的公公，还有他自己的妈妈一面这样子哈。”所以在最后的那个探视的当中与我婆婆相对大哭。他们婆媳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没有婆媳的问题。他非常喜欢回澎湖，每一次过年跟我回去，每一次回去为我爸爸妈妈过生日。他开心的不得了，对，因为他的家庭背景跟我家庭背景不一样，那跟孩子相拥哭泣，我爸爸也是泪流满面都一一跟他道别，写下最后临终的话。因为在他还没有住进最后那次医院之前，刚好福音写真台北传承频道网来为他拍了一期福音写真，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第15期，第14期是香港一个影星陈桂苑雅，再来还有一个东方比利，刚好连3期13、14、15都是癌症病人的那一个福音写真，他是第15期。他说要把他的录音带录影带就是过去他生病的当中去各教会分享的，他说要送给医生，然后谢谢所有的人，他这一生没有遗憾。他对他的孩子尹涵尹杰说：“你们要相爱，要懂事，不懂的是要问长辈，要永远信耶稣，信仰很重要。”他对他的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请你好好的过日子。”对他的弟弟还有对他这些我们这些亲人一一的说谢谢的话跟我姐姐说为孩子要打点他们的衣服因为他们都还在国小的阶段，以后会有青春期的这个问题等等的谢谢哥哥，谢谢等等的，然后跟我讲说，小孩子的灵性、小孩子的信仰一定要去教，每一个阶段要找好的姐姐来教他们，不能太宠他们。然后谢谢所有的朋友，大家为我奉献，大家为我祷告，然后联络他以前成大的2个朋友，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很会唱歌的一群人我太太前妻她也是很会唱歌，她也是得过成大这一个独唱的冠军很会唱歌了那没有想到他也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人好，那么这一个最后9月18号，在这4天之后2个礼拜他就死了，而这一天就是他决定医生要打针让他睡觉的日子他跟医师谈了很多话，他说我家人爱我，不忍我受苦，答应我这最艰难的方式用打针睡觉那这样他就很高兴，他早上一直等医生来要下这个指令。他说今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要去见耶稣，我要上天国。他告诉医生说，我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家人都预备好，安妮要过世，是不得已，是我们接受上帝给他的这一个生命，接受这个结局。他说已经都跟我们谈过了丧礼的问题遗言也写了啦然后家人也都告别了，他们爱我体谅我，所以答应我，知道我们在天国会再相见最后这一个落幕的一个时刻，他说今天我最快乐。他跟谁讲？他在加护病房里面，他只能跟医生讲，他怎么讲他都用写的，知道吗他说今天我最快乐，要见主耶稣的面，离开我家人也是我最遗憾，我拖累家人永无止境，他们爱我，不忍心让我继续痛苦，所以答应我这最难的决定。他就等着主治医师讲话，开口说可以行吧，对。然后他跟这些医生护士讲，他就写给他们看，他说希望你们也信耶稣，他的话是真的他有真理，有生命，有道路，所以你当知道我是去上帝那边那你们如果不信耶稣，你们要紧张对。他说我根本不会害怕，因为几个月以前就跟家人都讲好了接着就是跟家人契别，我们陆续的那时候他要看他的他希望跟我爸爸见最后一面，跟他的妈妈见最后一面，我们就赶快通知他们买机票，然后有朋友从台北赶快下来，从中部赶快下来跟他见最后一面，对不对看来每一个看他的人都是跟他契别但是在这一个死别的场面，这是一个死别的场面，我让你们看他要死之前的那一张脸是什么脸。这一张脸就是他要死的之前的那一张脸。
你不可能，我不解释，你不可能认为他就会死，对不对？一样的，在加护病房里面，跟我最后一张，我那时候临时有一个灵感，在公司借了一个相机，因为最后一个荧幕了嘛，我就临时借了一个相机，然后偏偏拍，很多都拍得没好，刚好这一张拍得还不错，就留下来了。对，在这一个加护病房的最后一幕哈。我们真的是要说再见的，不是开玩笑的。安妮她预备好，准备要去见耶稣。虽然有眼泪，虽然有哭泣，但只是暂时的。她非常确认我们会在天家再相见。所以整个下午，我们最后那一次的探访，都是跟她拍照留念啊，等等之类的。因为交代的是遗言等等之类，早就已经都写好，都记下来的哈。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都还健康，不是吗？不要等到关键的时刻再来想生命的问题，但爱传回边。我们现在就要预备好，一个人生命的终结，什么最重要？继续延长他的生命吗？我后来做临终关怀，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死亡要死在最恰当的点，不要提早死亡，也不要再拖延。你继续拖，去让他不要死，但是痛苦他在承受，不是你。医生说他太年轻了，你能够不拼吗？所以当你面对死亡终成的时候，你是要继续延长他的生命，因为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啊，有很多话还没有讲啊，你怎么可以现在就去呢？特别我们华人很矛盾的就是，这是一个孝心啊，留住他的生命啊，但是他在痛苦啊，他分秒在痛苦。你只是在表达你的心愿而已，所以在这个阶段，你要承建心愿，要家人陪伴，要留下遗嘱，哪一个重要啊？他会带着什么样的心离开呢？带着什么想法离开呢？什么叫死而无憾？什么叫善终？这个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对，是哀痛悲伤，无望自责，后悔所行，还是遗憾这一生没有好好过，或是很亏欠，对，爱不够，对，还没有原谅，对，话还没有讲清楚，关系还没有搞好，你怎么可以现在离开？等你好，问题是不会好啊，等你好的时候，就是他离开了，是，或是在这过程当中承受许多的爱意，没有惧怕，没有忧愁，没有遗憾，不枉此生。感恩领受所要走的崛起。我在我前期的生命里面看到，他感恩他所要走的这个结局，而且他有向往，是在1995年的10月3号，安妮在至亲好友的围绕当中，医生宣布她的死亡，结束了他在地上的日子。时间是当天的下午3点25分，在高一的加护病房。再来，我要请师母来念一篇谢幕我的好朋友是一个师母为我们所写的，在纪念集里面。好，是，所以请师母来读这一篇。口罩。大家好，我就是进展第2个太太，我没有想到我会跟他结婚。我觉得是安妮的生命影响了我，感动了我。对，然后他很关心他的孩子，他说我看不到你们当新娘的样子，然后你们要尊重自己，然后别人不要随便让男生进到你的房间，连爸爸进到你的房间都要敲门。他是这么的爱他的孩子，然后他也跟他的好朋友说，请你们关心我们孩子的信仰。对，所以他就是都是有交代。那我跟安妮很要好，可是我觉得他的信仰真的是感动到我。谁都不愿意生病，我认识的生到重病的人都是在抱怨，为什么是我？我是做了什么坏事？但是安妮她说，如果是上帝要我生这个病，
我愿意跟着他走，所以我很敬佩他。然后看到孩子这么小，我真的是舍不得。我觉得有那个心，我很愿意去帮他。他不能完成的，我帮你完成。你没有办法看到孩子的结婚，那时候孩子好小，才小5。我说我去照顾他们长大，我去陪伴进展，我们一起来照顾孩子，来照顾这个家。我有这样愿意的心，也感谢神，就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刻，他向我告白，我们就开始交往。对，那我很感恩的，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很爱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我。对，我觉得这是恩典。甚至安妮的妈妈陈妈妈，她都把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把我像嫁女儿一样的送我衣服，送我首饰。我跟进展一样，跟她喊她妈妈。我说妈，我说你对我太好，我不敢当。她就说，安妮年轻的时候，我们生活都很苦，我没有办法让她过好日子。现在我对你就是像在补偿她，所以我就抱着她，妈，我爱你，我愿意照顾你。我那时候就跟自己说，我要把她当我自己的妈妈一样爱她。所以那个时候我奉养我妈妈多少奉养金，我就奉养她多少金。甚至她的弟弟，2个弟弟都很尊敬我，都很爱我，接纳我。我觉得我们这个重组家庭是被上帝祝福的。对，我们到明年1月，再1个月我们结婚就28年了。那我曾经想过说，这么好的一个安妮，上帝为什么要接她走？我后来这个婚姻的当中，我要想到说，是上帝要救我，要造就我。我以前很任性，我在家最小，很任性不听话，然后就是不懂事。可是在婚姻里让我成长，而且进展他的信仰的生命，很影响我。我曾经想离开，因为你知道，就是这种刚开始就是很不容易，我干嘛要受这些气？我想离开他，他就说，我们的结婚是盟约，是跟上帝的盟约，那是不能破坏的。我们不像契约，契约可以毁约，做生意可以订合约，契约可以毁约，但是我们跟上帝建立的盟约是不能毁约的。所以我觉得好，不能毁约。我既然不能够离开，我就要改变我自己。所以我改变方式来对待孩子，改变方式来对待先生。我读了一本书，我在圣光神学院，老师给我们很多读的书，有一本就是结成为主，结成为主。最后1页翻到说，你们要信耶稣，就要像耶稣。我就哭了。我说我一点都不像耶稣，我怎么配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就是我一个生命的大反转。我很喜欢我现在的自己，我很愿意活出主的样式，很愿意说造就的话，让上帝的名得荣耀。在结婚以前我不是这样的，对，所以我常常谢谢进展你选我，我很感谢神配合我们。对，那这个作者郑建义师母，他是陈启峰牧师的师母。他们以前跟安妮他们一起在成大读书，没有在前镇高中。那个时候，建议师母本来想向另外一个姐妹，就是许艺琴，向她传福音，要她去参加那个营会。那安妮他们就跟艺琴很要好，就是你们在讲什么？那建议师母就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营会。安妮说我也去好不好？所以他们就邀安妮一起去。她在那个营会。校园的营会决志信主，那时候是高中生，到他过世他都没有改变，一直跟随耶稣。所以感谢神。那安妮在过去的时候最想认识的、见的2个姐妹就是徐艺琴跟艳芳，她说很想见他们。对，所以我也很感谢神，艺琴、艳芳和建议师母也是很接纳我，很爱我。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福气。可是我真的很珍惜，所以我们很珍惜我们的家。我们的小女儿结婚了，生了3个孩子，小的才半岁，就是很可爱。我常常很谢谢进展，说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对，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一切，对。
那建议师母写了这一篇文章，我一起来读给大家，我们再听一次。当轻柔的白纱覆盖在你身，当再见的诗歌轻轻响起，如同舞台剧幕的拉下，该是你谢幕的时候了。不管前一刻还是锣鼓架响，不管上一场还是悲欢离合，你向着人生的舞台，当天天使和众人的面前，在全场站立喝彩声中，献上深深的一鞠躬，仿佛致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仿佛告知，当演之戏我已演毕，仿佛预告我们有下一场，不再是悲剧，不再是流泪。当号角响起，在彼岸的那一端，我在另一个舞台等你们。所以安妮的肉体离开了我们，她到了天国的天上的家，与天父在一起。我们信耶稣，我们将来也会在天上再见面。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信仰的前面，你还在犹豫，不知道要不要信，不知道要不要受洗，我很愿意跟你勉励，有一个很好的礼物要送给你，指明说要送给你，可是你要接下来，那个礼物才是你的，对，所以就勇敢地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让他的一生带领你。信耶稣以后，不是天下太平，同样的还会碰到困难，婆媳的问题，夫妻争吵，亲子的难处，事业经济的难处，不是没有，甚至会生离死别。但是感谢主，耶稣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有勇气。我们要相信耶稣，他掌管我们的明天，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主，他掌管我们的明天，所以不要惧怕，勇敢地接受耶稣。愿上帝祝福大家。所以之后呢，就在德生长老教会跟他办了一场告别式啊。所以那个主题就是今天的主题。其实我几十年没有讲这个主题了，我也考虑了很久，我今年才把这个搬上台面。安妮用她的生命继续的说话，这个是在告别式。我那时候有一台50-60寸的电视搬到那边，刚好有几分钟的片段让她在告别式里面诉说，是她生前她的见证，就几分钟的时间。那么这是他的墓碑，你们可以看得清楚那个小字吗？陈安妮右边那5个字看得清楚吗？幸福的女人。你如果在高雄橄榄园进去，右边那股墙54区就是他的墓碑。这一个左边那个是大女儿尹涵，右边这个是小女儿尹洁。我想几个生命的提醒，容我再拖个几分钟，不好意思，夏牧师。好，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即使你很年轻，你也不能保证一定长命百寿。何况长命百寿的生活内容呢？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是我们要计较的。那面对这个癌症，因着信仰上帝，如何能够过着人有盼望、喜乐、平安，而且活在爱中的日子。我讲的这几个元素，都在我们姐妹的身上，也都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得到。那因着信仰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生命的结局。她不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不是一个困苦的女人，她不是一个家境不好的，要快一点了结自己生命的女人。她是一个活得非常幸福的，就如同她的墓碑所宣告的幸福的女人。大概你没有。你不可能在一般的墓碑看到这几个宣告。那基督信仰给我们一个很强大的生命力，让我们面对生命还有很多高山低谷，很多甚至狂风暴雨，我们怎么样面对？信仰不是让你一帆风顺，而是在这个当中让你有信望爱，你的人生会过得不一样。
有基督信仰，我们就能够预备自己的临终与家人规划身后的事。这一块常常呢，我们不见棺材不流泪，我们常常就是不信邪，我们就是不听，就是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刻，等到最后一刻。没有最后一刻，最好的预备就是现在。对，好，所以因为有基督信仰，也能够把握最后的旅程，然后创造那个亲密的互动。生命可贵的是什么？家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生命的互动的内涵跟品质，这个是基督信仰才会有的。我看到台湾的社会，很多家庭没有家庭教育，没有家庭互动，没有生活的品质。基督徒不应该如此，我们都还有机会好好把这个活出来，以至于让我们在人生最后的阶段能够有最少的遗憾跟伤痛。这个诗篇也是今天的主题诗篇，因为我们信仰上帝，我们就可以有如此的一个生命的品质。今天给福音朋友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这个不是劝世箴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OK， 真的是只有上帝能够让我们在夜间歌唱。我们虽然也在求得医治，我们也来求风暴能够过去，能够过平坦、舒适、通达的日子，都 OK。但是万一这些日子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能够在夜间歌唱吗？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基督要帮助你，上帝要帮助你所以呢，许多的纪念文，当有朋友知道说他在告别式的时候，我要给他出一本纪念文集的时候，全台各地认识我们的人都自己把那个纪念文寄过来。没有任何的催稿，这是传承频道网为我们所留下来的这一个生命的见证。我致谢张广明天，左边这个夜间的歌唱，就是我在告别式那一天为他出的那一本纪念文集。后面落幕前后是在他过世的第二年，我推动临终关怀出了一本落幕前后，你会看到生前的面貌。跟身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经营我们的人生？这是我在推临终关怀的一个，那时候是录音带的时代，夜间的歌唱就是它本身的见证，最美的交代就是如何谈那个临终关怀谈遗嘱生死两湖汉，还有一个我掉了从死看生的意义。都是真实的，我们那时候推临终关怀演讲所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一些每一个篇章都非常的精彩，都非常的让我们来想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过今天的日子。对，一定真的是不能够阳光面对吗？一定要真的斤斤计较，活在不快乐的当中吗？你没有能力，就好像我说，你没有能力信耶稣，除非上帝怜悯你。你没有能力信耶稣，知道吗？除非上帝怜悯你。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大大的庆幸。是最后的结语。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信靠上帝，我们看见一个姐妹坦然面对疾病、死亡的摧残，但是心中仍然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因着耶稣，她勇于面对生命的终点，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句点，是一个死而无憾的。她自己讲：“我一生没有遗憾。”也见证了上帝的恩典。她没有活到80岁，再说我这一生无憾，没有。在39岁不到40岁，他说我这一生没有遗憾。所以我也不会演讲。从他过世之后，我发现我活一天赚一天，活一天赚一天。我已经多赚了几十年了。同样的，我也可以坦然去见主。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来认识并接受这位赐生命力量及永生的上帝。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其实不要再走冤枉路，快的信耶稣。如果你那么理性，我就告诉你，你去比较世界的5大宗教，全世界的10大宗教，比完之后只有一条路，你非信耶稣不可。今天你的朋友给你这个机会，你千载难逢。我是好高命。什么叫好高命？幸运。我高中的时候信耶稣，是因为小时候被妈妈叫去一定要上主日学。我如果没有信耶稣，高中没有信耶稣，你要叫我信耶稣，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几十年的当中，活在信仰里面，多么美好！
所以不要有你的朋友，你看一看他的脸，邀请你来的，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坏人，看一看他叫你信耶稣，他有得什么好处没有？如果没有，他介绍你世界最好的，你生命最大的礼物，你为什么不信呢？好，当然我讲这个也不能叫你信耶稣，除非呢圣灵感动你。好，愿神透过今天的一个夜间歌唱的这个信息，提醒我们能够活得苏醒一点。好，以上。